刚才有说过金局，讲到陈建年，讲到纪晓君，还有很多很多。我们部落生拿了12座的金曲奖，陈建年就拿了5座了。所以呢，人家说我们是金曲村。刚才这3首歌是属于青少年，我们部落有青少年的组织，而这个组织非常的严谨，打屁股成长的，所以他们声音都非常的洪亮兴奋，给他们掌声一下。然后，青少年组的活动，我们是12月20号有青少年组的活动开场之后，就有我们大列队的非南南广部落规划的年祭，我的年祭过后就是我们的联合年祭，10个部落的联合年祭，就在明年的1月28号，也就是旧历年的年初4，欢迎各位到我们回马部落参与我们的大列祭和我们的卑南族10个部落的联合年祭，谢谢。下一首，这2首是我们大人要唱的。第1首欢乐歌，大家一起来欢乐。第2首是我们的大家团结，也就是我们这次联合年祭的主题歌。再过来就是我们要大家一起10个部落的歌完了以后，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跳的米亚咪，谢谢。
广西边是龙宫麦、长老长老，再过来初鹿部落，再过来是阿里柏部落，再过来是咱们那个就是泰安部落，张惠妹的部落，泰安部落，再过来就是丽江，南边来是日本的剑河，往北边是Dynasty香槟南跟我们南往，然后回往部落。那现在我们要介绍的是我们的板图歌，10个部落的板图歌，谢谢。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们呢，跟我们一起跳。因为我们现在跳的是米阿内姑娘，米阿内姑娘这首歌非常的轻快。我们是那个运动舞，运动有很多种运动，跟着我们的我们文老部落的这些年轻人一起跳，好不好？要不要跟我们跳？好，开始了。我们老人家来带。我很年轻，82岁而已。